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人马讲小小朋友，去，就是这个神殿内面有真侪宝藏，你敢知啊？今仔日要创啥？摕宝藏，摕宝藏！啊，你平常时甲我咧讲台语？有。啊，等一下尽量讲较大声的哦。石门神来啊！石门神敢若无伫的。阿弟，你去甲石门神讲，我已经来要来摕宝藏，去。石门神，我来啊，我来摕宝藏。啊，甲你敲啊！小囡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而咱的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也阁有上古水的秘密队长，大家好！我想要甲今仔日的探险队员讲一声是的，因为我感觉我愈来愈老，我的耳哦本来足灵敏的呢。渐渐哦，拢听袂清楚。我想要甲这小朋友问哦，你厝内若是有老大人，你是要安怎甲因斗相共？我会甲我阿嬷斗生活，斗生活，哇，真乖。我嘛会帮我阿嬷摒扫。哦，摒扫、倒粪扫。会斗相共去整理厝。哦，整理厝内底。会帮阿嬷斗洗衫。哦，斗洗衫足有法的哦。斗生活、斗摒厝内，大家哦拢是一个足大心的囡仔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既然的囡仔兄，伊甲囡仔姊，是嘛，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社会上界战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到这个所在。现神一般拢会伫遮，是走去倒位啊？你若是要摕宝藏，你是咧乌啥啦？这我规个人拢轻松起来。轻松起来，我等你等足久的咧，你是走去倒位？白只是咧变数占条条啦，我紧偌久咧，你知哦？我头前就是要处理啊，无法度处理。甲恁借问一下，恁敢有参与这种经验？吴凡，你讲。搭车的时阵，搭车。哦，搭车真正无法对啊度。，是不是？无变数会使去。对嘛，因为都踏咧正中里面安怎？开门去边啊处理嘛袂使。袂有足危险的。对啊，真危险。好，今摆要甲恁考验啊，准备好未？好啊。有要去变数无？无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听那个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的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伊是不是有啥物问题啊？这问这位小姐，你当你是发生啥物代志是毋是？我感觉我即摆就是爱困觉的公主。爱困觉的小的。爱困觉的小。啊，公主哦。安那有一天，恁真正通啊变成某一国的公主，还是王子？恁会想要做啥物国？应该是无爱困吧。无爱困国。对啊。无爱困国的王子。时间无超过6点钟。有影？啊，主玲你咧？看册个，看册国。看册可真了读册。啊，你有特别介意读倒一类的册无？小说。
我建议大家莫搁迷茫啊。现实就是咱即马要来好鱼啊！好，加油，金大家！哦，开始啊，来开头前的哦。来，招龙，嘿对，走龙，先到了，看倒手边讲哦，加油！地板，好，好，来，哎呦，来，店面，嘿，真好，龙卡口，水哦。哎呦，招柜头啊来，过头过头，安全门，嘿对，安全门，哎，沙甲汤，三角头，哦，上好的店面咯。咱若公务爱安怎？你带公务一定爱安怎？好好好，去拍拍，啊，注意，嘿，来，哎呦，公屋，哦公，公屋，哦公务，好，天棚，天棚，天棚，厝尾顶，厝尾顶，好，千间买厝，万间买厝边，水啦，赞哦！我要住恁兜边啊，做你的厝边。哎，看好，看好较准诶。哎，地下室，啊水啦，啊对啦，对对对，是真好真好哦。哎呦，半楼啊，嘿，半楼啊，真标准哦。哦，透天厝，透天厝，对对对，透天厝。加油！哎呦，过头过头，柜头，唔好冲过头。哎，这个以上，这个以上。条啊，哦，对对，真好真好，加油！茶厝啊，茶珠啊，好，公共空间，真高哦，公共空顶间，顶顶间啊，顶港有名，写下港有上出名。水啦哇，好哦，来看卖啊者，啊头先我爬到这辛苦，恁阁唔知迄啥？老推，楼梯，阁做伙念一解。老推，千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哎呦，这句话恁敢捌听过？有听过？有听过哦，所以厝边介重要。啊，拄到好厝边哦，真正是哦，有小好香啊，哦。真正有些好厝边佫会上鱼啊、上菜啊、上一个款之类。好，来看嘛，恁钓钓，哇，17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真牛真厉害，后一关来，准备接招，金来卡。台语上练长，咱啊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又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咱今日来的小朋友哦，是对咱南方蚵仔、南安国小的，你今日敢若怪怪哦？你一时啊做公主，一时啊变鱼仔公主，是不是？我是鱼仔公主，这是南方哦最有名的特产啊，应该会接受一寡甲鱼仔的课程哦，。课程的内容大概是伫创啥？跳舞，跳舞。跳舞佫有跳舞，今仔日有早因的舞蹈来哦。除了熟悉鱼仔，佫会跳鱼仔舞。鱼仔舞，啊，恁敢佫会记恁的舞蹈会使跳一段，互恁看卖？啊，这会使，阮甲恁摕。啊，是，哇，满载啊！来听，来，你这个动作是啥物意思？以前的讨海人去讨海的时阵，会做啥物动作？嘿啦，主要是这啦哦，因为咱蒙古啊嘛，因佫挖海，啊佫掠青灰，啊有虾啊，讨海人，啊甲掠伊的过程甲角色拢藏伫即个舞蹈内面。啊，咱即马开始啊，要接受挑战啊，好，请一位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金来卡，好，来哦。来看题目。两个字，好好的出的，当然爱写的。邓起爱写的，你邓。功课，所以来，练你。两个字，船啊停的所在。港口，赞哦，水顶。来，
两个字，会使食吗？迄是袂使袂使食这个迄是阿母生出来，阿母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哦，迄时阵叫啥？阿年。哎对，水，哎呀哎呀，来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内底有即个歹物仔的，摆啥物物件出去的？拍死，落笔，拍死，拍死，好笑两个字，两个字会食的，中岛的家，午餐，不是不是，刚才人食的，三两个字，便当，啊水，朱玲你人啊，咧行是啥物物件？人在车咧行，行是啥物物件？马路吗？嘿对，好赞哦！啥物？炒物件的时阵爱加迄个物件，才有一个有味。姐你，炒物件加迄个物件，导游，一个羊，嘿对，对，两个字送破的是会打，邮票，嘿对水，来，学校会看到的人，老师，两个字的，对，水哦，好厉害，两个字，叫飞航袂当过去，伊是起厝的所在，特别注安全水帽，哦，阿定厉害哦，哇，这个音乐课的，哦讲到音啊，两个字，台语老师有讲过的，啥啥？你看两个字讲的四个字的迄个，哦，岛啊，哇，两个字，厉害，这就是因之间的默契呀。哎，这是这敢若因听话语言尔，咱下面来好好研究一下，恁来教。真喘哦，忝哦，今天先跳，啊，恁要小徛起来就。好，真无想要徛起来。吼，咱做伙来看卖，恁有倒几题，无摇着，咱做伙来讲。水高，水高。最高，啊，佫有通安怎讲？有时都看到的长，就是一排。有长啊长，有长的，嘛有圆是的，对不对？主玲，你感觉佫有无？水高。有定者鸟鼠啊，啊，鸟车拢住伫咧内面。加抓上架的所在，加抓嘿，好，安尼有够哦。音符，音符，哆来咪发嗦，伊有啊，伊哆来对，你有哆来咪发嗦哆来咪发嗦真好。哦，哆来咪发嗦。哦，较早人拢讲倒菜艺啊，系啊，倒啊，因为一点嘛。对啊，倒西菜艺。班都先倒菜的，对哦，倒菜艺。倒系啊，菜嘅，好，差不多，咱来看嘛，恁拢做哇，对10题，来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厉害哦，上尾关哦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恁来教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南方我的小朋友，台南有一个团体哦，伊就是甲古籍甲游戏结合做伙。哎呦，是毋是听起来真趣味？咱做伙来看卖者，恁来教。大家好，我是人水阁有爱心，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非常一女粉黄大欣。今仔日啦，咱来到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台南，听讲啊，这有一个甲古迹结合的实景游戏哦，咱来体验看卖啊咧。哎呀，不得了，哎呀，看到人我就放心啊啦。安怎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看你走甲安尼皮皮喘。哎呀，咱这是陈家啦，今日是咱老爷的70岁的生日啦，大代志发生啊，老爷无去啊呢。无去啊？对啊，无去啊。啊，是安怎会无去？我唔知啊，等一下要办宴会啊，无去，人无去啊，是要安怎办啊？啊，你今仔要安怎啊？啊不，你带我去找好无？这大着，咱要位队开始找。是安尼吼，咱吼陈家吼，甲迄电信公吼，就有关系呢。啊，咱老爷吼对这故事吼，较有兴趣。我想讲吼，附近有一间吼，甲电信公的庙有关系的所在，啊，无咱去遐找看卖啦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安尼紧行。好，来，咱这紧行。哎呀，你看，就是这啦。陈成功祖庙，这间庙是陈成功过身医疗吼，伊的囝陈兴所盖的。遐有一个物件呢，咱看卖啊咧。伊写这，哇，伊这房仔顶原写有够侪字的呢，有义、中、气、搁心。正正吼，我伫老爷的房间吼有找到一款物件呢，敢若是有关系哦。安尼，
中甲中等做伙。啊，顶悬是写天哦，伊只有一顺，所以第一个有可能是天，咱就甲伊转成天。过来是第二个，伊是写义，所以爱变义，佮转落义顶悬，就变成地。第三个字是心，所以咱这个囡仔只爱甲伊佮现过心，甲伊转起哩，转起了，这个字就会出现是花，所以咱的第三个字就有可能是花。哎呦，地当拍开啊呢！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内底佮有另外一个函数啊呢。啊，毋过我头仔发现啊，这张批伊下骹才盖成红加掉呢，所以伊这话除了讲一半就无去啊。安尼，敢有法度找着咱的陈老爷？啊无，我知啊。附近吼有另外一间庙啦，我想讲吼老爷可能有去遐啦。咱就做伙来去找咱的陈老爷好啊，行。啥哪才有一个一啦？这个一，这我有看过呢。伫遐你看，伫庙内面啊。哎，真的呢。啊，这个吼叫一字匾啊，拜老天吼，咱有一句话，你讲吼人千胜万胜，不敌老天一笔。你看，这嘛一个匾啊。风水修复之法，所以伊爱用昊天笔，爱问水。我问对了，伊个字就开始出现了呢。天理昭彰。好，哦，你看，咱内底阁有他拄仔的迄个批的另外一张啊呢。他拄仔看到咱的迄个字字匾啊，实在是足趣味的呢。讲到伊这个字啊，我就想到有一句甲伊有关系的日曲仔话哦。一顿茶高笑，大家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一顿茶高笑到底是啥物意思咧？真真假假分袂清，想要摕到宝藏，你着爱认真。这句话意思呢，就是咧形容物件差真侪意思。譬如讲，我买一个物件，我来买一顿，啊，毋过寄来敢若一笑尔，安尼差九笑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就是表示讲物件差真侪意思。是。哦，红记记。干嘛呢？台湾文化不可断，咱的台语爱流传。我甲恁讲啦，长甲笑本来就是无共款的单位量词啊。安尼吼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爱用这个无共款的物件是无可能的嘛。譬如讲，我要讲蔡昌宪甲美美队长谁较水，这个比较就是一顿茶九笑啊。我感觉是白色色。白色色。像甲较似是同一个。长甲笑是算同一个单位，对，两个是共款的，啊，毋过红记记讲，这两个单位无共款，无法度比。哦，我感觉哦，红记伊讲甲遮辛苦，真正爱甲支持一下。我感觉都白色色。所以你选的是白色色。咁安尼？所以你选的是白色色。咁安尼？啊，无甲拍破啊！对，而且其实分析得真好啦。啊，一顿茶九笑咧，你讲，其实你想到、甲看到、甲实际差真济。你要鸡腿，伊甲你啃。足细支鸡腿，同款是腿，啊，毋过差真济，一顿茶九笑，安尼知无？知。真厉害，咱来看卖第二题，先来个。伊讲叫咱爱去前往红黑之间，爱找到咱的封印宝盒。哦，安尼红色的甲乌色的字合起来是陈德堂聚。看起来啊，陈老爷要互咱的宝盒啊，有可能就藏伫这个陈德聚堂哦。咱紧去找看卖啊咧。咱搁倒来到这个陈德聚堂啊，倒啊顶有这呢。哇，真正开啊呢！哇，哦，这上位。署名家写陈泽，陈泽是啥物人？陈泽吼，就是咱陈德剧堂当家的第一个来遮的将军啊，伊是电成功的将军。你解开这些之后嘛，是恭喜你今日成功过关啊！安尼，敢会当请
恁甲我小解一下，你会想要去设计这个游戏安尼？密室逃脱是伫室内玩的，啊，我想讲要行出去外口，因为咱台南吼文化、历史、古迹都足侪，所以讲吼，咱文史收集的时阵呢，想讲吼，要甲家结合起来，啊，设计这个游戏啦。他拄啊，咱做伙耍这个游戏了啊，我即马嘛要出一个谜彩，互恁来结头壳哦。茶做翔，竹做牛，珍珠玛瑙来排场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来排场哦。茶做翔，竹做牛，珍珠马瑙来排场。啊，咱来背下下安去，安怎讲？非常简单，这句话就是咧形容，就是咱的三毒。你甲看哦，茶做翔，四角；竹做牛，就是安尼坏坏安尼。啊，珍珠马瑙来排场，就是咱的衫啊，还有裤，还有你上顶贵的物件，啊，甲伊摆哦整齐，这就是三毒安尼，你知影无？咱听看觅安去安怎讲？我的答案呢是算盘，因为呢茶做翔就是算盘的外壳，啊竹做牛呢就是讲中迄支环的，啊甲这个物件吼顶悬下面隔开，啊这个珍珠马瑙呢就是讲咱咧叠的这个珠啊啦，安尼知影无？啊。我感觉是算盘，因为迄算盘顶悬有迄落珠啊，然后真济嘛吼。伊会安尼就是摆做伙，然后掠去，嘿。所以我感觉是红记记。所以确定要选红记记。敢安尼？了好。其实红记记形容了无唔对啊，茶做翔就是你看咱咧算盘长长无，伊个规个迄个后口迄个坑，哦。啊竹做牛就是咱骨较落来。换迄条，牛的就是换迄条，啊珍珠马瑙来排场就是遐个珠啊，珠啊真济嘛，就亲像珍珠马瑙安尼一粒，水，来两题拢对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哦，安尼摕到宝藏的机会就介大呢，敢摕到咧？现来。哇，赞哦！要选倒一个动物性？动物耍牛。讨论好啊！好啊，辉弟，你有3届机会。好。第一个机会要长尾山牛，敢有可能遮准的？请起来！哇！颁奖！水啦！第一个就对啦！哪厉害？得到的是咱的趣味豆鱼。是咱的爱心酷比酷比贴，哇！这游戏吼上古锥的所在就是伊的内底哦，足侪动物的哦，所以小朋友吼会使用这台语来叫这动物的名。有影哦，大家人好好早登去耍，甲同学分享，爱用台语来耍。对。好，安尼耍就是非常了不起。欢迎。